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0，马太福音6章20到21节安尼讲，就为着家己自积财宝伫天顶，伫遐无通加卖生鲜，无插乌空头体，因为你的财宝伫叨位，你的心嘛会伫遐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积聚财宝伫天顶，才袂互贼偷摕去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永活的主宰，你的国度直到永远，你的应允永无改变。主啊，天地拢要废无，总是你的话永远坚立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毋若供应阮伫地上的需要，搁较为着阮避万天顶袂朽坏的产业，我要一生学老无煞。主啊，愿常常互地上的钱财、成就、甲名利来引诱，直到去追求世俗的满足，忽略了属天的价值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无为世俗来劳碌，咱是学习将眼光放伫永远，甲生命投资伫你的国，因为阮的财宝伫叨位，阮的心嘛会伫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